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是第49天的共读。我们在列王记已经看到北国的耶户，南国的约阿施。今天我们要从列王记下的第13章继续来看耶户的儿子约哈斯跟耶户的孙子约阿施。13章第一节。犹大王阿哈谢的囝约阿斯做王第23年，亚哈的囝约哈斯伫撒玛利亚做王，统治以色列17年。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对尼巴的囝亚罗伯安的所做，互以色列人含落罪，拢无停止。上主就对以色列人发生气，几啊便将因交伫叙利亚王哈什甲伊的囝便哈达的手。约哈斯恳求上主，上主听伊的祈祷。因为伊有看见以色列人受叙利亚王的制压，上主赏赐以色列一个拯救者，救因脱离叙利亚人的手，以色列人就犹原平安住伫因家己的厝。毋过，因无离开亚罗伯安的家所行的路，互以色列人陷落罪，继续犯罪。伫撒玛利亚阿舍拉的条上，要留地。叙利亚王拍败以色列，吞达因亲像在吞达五谷场的土沙。叙利亚王只有允准约哈斯留马兵50，战车10台，甲步兵10000。约哈斯其他的事迹，甲伊所做的事，甲成就，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书。约哈斯登去伊的列祖遐了后，安葬伫撒玛利亚。伊的囝约哈斯煞接伊做王。昨天我们把南国犹大王约阿施花了一段时间来了解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北国。北国耶户王朝总共传了4代，就是耶户、约哈斯、约阿施跟耶罗波安2世，到第5代撒迦利亚。而耶户的儿子约哈斯这个名字意思就是耶和华已夺取啊。那他在位的时间有17年。那我们也看见上帝还真的在北国当中夺取。为什么？是因为约哈斯他一样是跟随列王记上12章耶罗波安拜金牛的罪。所以上帝就透过哈薛的刀，跟哈薛的儿子便哈达联手，从北边的亚兰，那也就是现在的叙利亚，来攻打北国以色列。第4节让我们看到约哈斯，在这样几次的被攻打欺压当中，就谦卑祷告神。结果一祷告还真的有效，神就应允他。那所以呢，第5节说，神给以色列一个拯救者，脱离亚兰人的手。那这亚兰这个拯救者是谁呢？大概有第一个，要么就是神人以利沙。好，那我们看到等一下以利沙又会出现了，或是第二个就是这个北国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啊。好，因为约阿施呢，他有把国土呢又从亚兰的手中抢回来。还有呢，第三个呢，就是北国约阿施，约阿施的儿子，耶罗波安2世，他也取回了亚兰的领土，约旦河东边的地方。第四个呢，可能是一个外国，是亚兰的这个天敌亚述，亚述王。好，那不管这是以利沙北国的约阿施，或北国的耶罗波安2世，还是更北边的亚述王。好，那总之呢，我们看见约哈斯王在被欺压当中，知道祷告，神就应允他。但是我们看到约哈斯，北国这位约哈斯呢，仍然被亚兰怎么样欺负呢？好，那就是亚兰呢践踏他们如禾场上的尘沙，甚至只给他留下50个骑兵、10辆的战车、1万的步兵哦。那我们看到了所罗门王的时期呢，他就有12000名骑兵哦，战车呢有1400辆的战车那兵更多。但是呢，这个耶户的儿子
约哈斯，好，意思是耶和华已夺取呢，好，他还真的被夺取了，好，连他的这个军队呢，好，都被缩到最少，好，只能够在撒玛利亚城，好，50个骑兵代表就只剩下50匹马。好，那连撒玛利亚城好都保护不了。我们继续来看第10节，犹大王约阿斯37年，约哈斯的囝约华斯伫撒玛利亚做王，做以色列王16年。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无离开尼巴的囝亚罗波安的路，互以色列人陷落罪，继续犯罪。约华斯其他的事迹，甲伊的所做，以及伊甲犹大王阿玛谢交战勇猛的事，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书。约华斯登去伊的列祖遐，甲以色列遮的王做伙安葬伫撒玛利亚。伊的囝亚罗波安二世坐王位。那约哈斯17年很快过去，又接了约阿施。好，那这约阿施好就跟南国的约阿施同名同姓，意思都是上帝的赏赐。好，但是在现代圣经呢，好把它区分，好翻成约华施，好，那好这样比较容易区分，好，这就是北国的王啊，好，那但是他一样，好继续拜金牛，好，就是耶罗波安当初所留下来的。好，那这里呢，列王记也没有要多提北国约华施王的事迹啊。但是我们在第14章，还有历代志下的25章，好，那可以看到一段记载，好，那就是南北国这段时间呢，好，南国的王亚玛谢，好，来去挑战北国的王约阿施，好，这亚玛谢就是南国约阿施的儿子哦。好，那但是呢，结果南国的王亚玛谢呢，好被打败，好，因为他心高气傲。好，那我们在历代志下的25章，或是列王记下的14章，好，明天我们还会再看到这个事迹啊。好，那最后我们来看关于以利沙。14节，以利沙患着地面的病，以色列王约华斯落来看伊，拍伫伊的面前啼哭讲：师傅啊，师傅啊！以色列的战车甲马兵啊！以利沙对伊讲：你去举金钱，伊就去举金甲钱来。以利沙阁甲以色列王讲：你准备开金，伊就准备开金。以利沙甲王的手hand地讲：你拍开当边的窗仔，伊就拍开。以利沙讲：射箭，伊就射箭。以利沙讲：这是上主胜利的箭，太赢叙利亚人的箭。你为伫阿弗攻击叙利亚人，彻底甲因消灭。以利沙阁讲：箭举起来，伊就甲箭举起来。以利沙阁甲王讲：拍土骹，王拍3遍就停地。上帝重用的人对伊受气讲：你应该着拍5、6遍，才会当拍败叙利亚，彻底甲伊消灭。但你只有会当拍败叙利亚人3遍。以利沙死，人甲伊埋葬。但年春天，摩押人会来侵犯以色列。有一遍，有人拄仔在埋葬死人，忽然看到规阵摩押人，就将死人ฮ็伫以利沙的墓内，赶紧逃走。死人一个磕着以利沙的骨头，就搁活起来。那以利沙，好，他接在以利亚后面的服饰呢，好，大概到现在已经加起来超过60年了。好，那以利沙呢，这时候应该也有80多岁。好，那他得到致命的病了。好，虽然我们看到以利沙是神人，好，他有以利亚双倍的恩膏，但是呢，也是会生病，也是会要命。但是呢，这个北国约华施，好，上帝的赏赐，好，来见以利沙，好，称他我父啊，我父啊。好，那当初呢，以利亚被接上天的时候呢，以利沙也是这样呼喊我父啊，我父。还有呢，在北国的约兰王，好，那就是亚哈的
另外一个儿子，好约兰，好他跟以利沙之间呢，好也曾经呼叫我父啊，我父。好，那现在呢，以利沙服侍的最后一个王呢，北国的约华斯，好也呼叫我父啊，我父。好，那所以因为以利沙，好或许因为他这样子的呼叫，好他是以色列的战车和骑兵，所以呢就给他一个恩惠，好让他拿弓箭呢。好，那这个几个口令跟动作呢，都跟当时的战争好预表有关。好，所以以利沙一个口令，约华斯一个动作，好，不管是拿弓，好，打开窗，然后射箭，好，那但是呢，以利沙有宣告，射这个箭呢是耶和华得胜的箭了，好，是能够战胜亚兰人的箭，并且呢提到他要在雅弗攻打亚兰人，好，直到灭尽他们。好，所以以利沙呢，已经尽可能的在他要病危，或是生命要结束的时候呢，依然是给约华斯盼望。雅弗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曾经在列王记上的20章呢，好也有看到这个地方，好是亚兰人来侵犯的时候，好那就在雅弗，好那有可能是在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图靠菲利士的地方，好也有人认为这个雅弗呢是在北边靠加利利湖的地方哦。好，但是我们从这个文字来看呢，叫他开东边的窗户，好，就是撒玛利亚的东边，好，所以表示敌人是从东边来的，好，所以这个雅弗呢，好，应该是从东边，哈，在撒玛利亚东边的地方哦，好，但是射箭，然后又叫他击打，好，用箭打地，好，那这打地呢，好，那我们也看出来，它就是一个象征，好，要让这个亚兰人，好，彻底的败坏。好，不过约华斯，好，他的信息呢只有3次，好，那但是以利沙为此而生气，好，至少要打5、6次，好，就是 double，好，双倍，这样就能够彻底的，好，把亚兰人消灭啊，好，消灭，好，那但是呢，这个事情后来果然成就，好，那在等一下我们会看到，但以利沙就死了。好，那埋葬后新的一年，或是现代台语说每年，好，摩押人呢都会来入侵，好，那所以有个这个出葬的队伍看到摩押人入侵呢，好，赶紧把他们准备要埋葬人随便一丢，好，但是呢就丢在以利沙的坟墓就逃跑。可是讲到这个死人呢，一碰到以利沙的骨头，好，居然就复活，而且还用脚站起来，好，行走。好，那所以以利沙呢，活着的时候，好，有双倍的恩膏行神迹，就连死了之后呢，还在行神迹，好，连死人复活呢，好，都至少做了2次以上。好，我们看最后的22到25节。约华斯的老爸约哈斯在位的时，叙利亚王哈西常常制压以色列人。毋过上主因为伊甲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，又原是温和以色列人民因、眷顾因，毋甘甲因遭灭，毋甘甲因放杀。叙利亚王哈西死，伊的囝便哈达煞接伊做王。以前哈西甲约哈斯交战。对伊的手攻取几内的城，约哈斯的囝约哈斯三遍打败哈斯的囝便哈达，收回遐的城。好，所以后面呢，就是把刚才约华斯这呼求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和骑兵。好，那约华斯的父亲约哈斯，好，也是在欺压当中恳求耶和华。好，所以这2个北国的王呢，好，耶户的第2代和第3代，好，他们都呼求上帝呢，好，也很快的回应他们。果然，好，哈薛死了，好，那约华斯呢，好，3次的打败了哈薛的儿子便哈达，好，这个便哈达应该是便哈达3世甚至从亚兰的手中收回了以色列的城镇，好，只是这个城镇呢是在约旦河的西边，好，那约旦河东边的城镇呢，又要再到约华斯的下一代，好，也就是耶罗波安2世，好，才会再收回
我们从这张图看到以利沙的服侍，好60多年的时间，从北国的亚哈在位的时期，好经过了亚哈谢，经过了约兰，就是亚哈谢和约兰都是亚哈的儿子，然后又换了第4个王朝，好耶户，然后约哈斯跟约阿施。好，那以利沙的服饰呢，好是相当的精彩啊。今日金句在第4节，约哈书恳求上主听伊的祈祷，因为伊有看见以色列人受属利亚王制压。我们看见在约哈斯几乎要被灭国中呢，好非常软弱，被欺负欺压中，祷告向神恳求，神竟然就垂听，好回应他的呼求，赐给以色列一位拯救者。好，不论这位拯救者是谁，但是呢，我们看见重点在于向神的祷告。我们也看见北国的约华诗，约华诗，当他呼叫我父我父，以色列的战车和骑兵，当环境有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发出挑战，再次上帝已经要我们宣告得胜的时候，我们是愿意打3次就停下来，还是会继续的打下去，第4次、第5次，甚至到第6次呢？不见复兴，绝不罢休呢？好，那透过今天的经文故事，好，让我们更加的知道我们不应该放弃，要继续的努力。好，上帝的话是可信的，好，仇敌必要完全的灭绝。最后我们看见以利沙死了。好，但是呢，死人碰到以利沙复活，好，这也预表耶稣基督。好，当我们在最终死了，但是我们碰着了耶稣基督，他就让我们能够从死里复活，好，能够不仅是得着永生，还能享受复活的生命呢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看见你是垂听祷告的神，即便在北国的王犯罪、软弱、拜偶像的当中，当他们在困境当中真诚的呼求，神你也立即的回应，也求你再次让我们知道宣告得胜的重要。我们不仅是口里承认，还要心里相信，还要实际的行动，能够践踏仇敌。好，让我们能够凭信心1次、2次、3次，甚至4次、5次、6次，直到完全的得胜好为止。好，求主的帮助我们，也求主你的话、你的灵充满我们。好，让我们带着得胜的信心能够来将一切的仇敌来践踏。好，也求主好帮助我们能够看见神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因为你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你看中你与你的仆人所立的约，不论是大卫或是这些的列祖，你的话必定要信实直到千代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如此祷告祈求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